嚟到啦，今個禮拜嘅澳門論壇現場㗎。我哋今個禮拜嘅議題呢，就係探討施政報告㗎，題目就係人才培養想方設法，長效機制成效可達。行政長官呢，早前就發表咗啦明年度嘅施政報告㗎。咁最大嘅亮點莫過於係將人才培養啦獨立列出，要構建啦長效機制。到底喺實施起上嚟呢，會遇到啲咩問題呢？另外，政府呢，就係出年繼續係加碼派糖㗎。不過係居民最關心嘅就係住屋方面啦，就似乎着墨唔多。到底大家俾呢份報告啦係幾多分呢？我哋今日請到幾位嘉賓一齊點評一下㗎。首先介紹嘉賓，坐隔離嘅係立法議員高天賜先生。你好。再隔離嘅係公民力量會長，同時亦都係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助理教授林玉鳳小姐。坐喺中間嘅係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先生。大家好。再隔離嘅係中華新青年協會理事長羅奕龍先生。好，大家好。最後咧係請到理工學院副教授陳志峰先生㗎。大家好。仲有一個拍檔劉正。大家早晨啊嚇！咁我哋今日咧討論嘅呢個題目咧就有關點評施政報告啊嚇。今次嘅呢一份施政報告咧，當中大家非常之關心嘅一樣嘢就係一啲惠民措施啦，包括現金分享等等㗎啦，都係加咗碼㗎。又或者我哋問翻係潘生嗰方面嘅意見先啦。今次嘅惠民措施各樣嘢都有加到碼啦，包括係殘疾津貼一系列等等啦。你覺得話呢個惠民措施係咪可以反映到一啲居民嘅訴求？同埋其實我哋而家見到社會上面呢，就有一個情況就係不停咁有意見有聲音，就認為其實派錢呢個措施係唔可以持續一路落去，因為當經濟可能話唔係而家咁好嘅時候，繼續派錢對政府嚟講可能都會構成一個幾嚴重幾大嘅一個財政負擔嘅。你嘅意見又係點咧？咁首先呢，即係喺今年嘅政府發表咗明年嘅施政報告呢，係睇到一啲扶貧嘅措施或者惠民嘅措施。咁肯定嚟講呢，都係比較冇乜大變嘅一個措施嚟嘅。咁對穩定嘅社會睇嚟係有喺度好清晰，比較穩定。但你話真係回唔回應到民間一啲疾苦呢？咁亦都睇到呢，亦都有限嘅。點解呢？因為單係由現金分享呢，可能幫補到一啲，但係呢，係咪整體嚟講提升澳門嗰個弱勢群體生活嘅拼勁呢，同埋持久去改善呢，又未必睇到喎。因為佢哋捱緊非常貴嘅租，喺生活上呢，關注個房屋嘅問題啦。咁所以喺現金分享嗰方面呢，我睇呢就有個可能真係要諗分享與承擔啊，應該即係喺一個點樣可以又有得分享，又市民又承擔，各方面係互相去補合呢。咁呢，為澳門嘅弱勢群體呢，共同咁樣呢，都係睇到佢哋有發揮嘅機會，同埋喺受惠嘅時候呢，亦都幫到啲子女成長嘅。係啦，咁林小姐點睇呢？嗱，有居民呢就話派錢啦，當然可以紓困啦，但係同一時間可能會間接扯高通脹，你贊唔贊成？其實呢個紓困措施係繼續年年有呢？我覺得咧，如果政府要派錢咧，實在有太多種方法啦。其實而家我哋去睇翻咧，派咗咁多年咧，某程度已經好似一個佢唔係一個長效機制啦，但係佢已經係一種恆常嘅措施。咁我覺得如果要將政府我哋話個公帑做得比較好，又真係可以長效，我哋又唔使擔心將來有一日經濟唔好嘅時候負擔唔起呢筆錢嘅話咧，其實政府係應該要盡早咧，佢係要設計一種方式。例如，我覺得你可以根據每年度嗰個財政盈餘，或者之前一年度，因為我哋有少少時間要清算啊嘛，用一個財政年度嘅結餘嗰種方式呢，就去釐定一個派錢嘅金額。咁如果我哋話即係你真係政府講明話，我已經做好晒我嘅房屋啊、交通啊、基建啊、醫療嘅措施，所有必須要擺落去改善我哋居民生活嘅措施，我都做好晒啦。咁依然都係有盈餘嘅話呢，咁我覺得喺呢種大前提底下去派呢係可以嘅。咁你咁樣做，同埋呢其實係要早啲話俾社會聽，我哋會咁樣去計一個叫做派錢嘅金額。咁我覺得其實而家已經派咗幾年啦，一定係已經有啲數可以去計嘅。咁譬如我哋話，如果你能夠用一個叫做我哋叫做財政年度嗰個餘額，咁你就再除翻幾多個居民，或者我哋乘0.0幾
咁樣。咁其實你好容易計到一條數出嚟。咁而你用咗呢種方法嘅話呢，第一佢會有一個長效機制，只要係財政有盈餘嘅話呢，就可以派。財政冇盈餘或者財政盈餘唔達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呢，其實唔能夠派。咁你可以話翻俾社會聽呢，就係話我哋唔派係因為可能今年真係經過譬如博彩業嗰個收入降咗，或者我哋叫做某方面嘅支出實在係大咗。咁只要立法會個監督功能係做得好嘅話，咁嗰啲支出大咗嘅地方有證明真係用得其所嘅話，咁我覺得居民就會能夠去明白呢件事。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係盡早要去計一條方程式出嚟嘅。你有咗條方程式嘅話呢，成個社會都會預警或者會預計到幾時有得派，大概派幾多，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啦，估下，咁變咗成個社會嗰個焦點呢，每年嗰個施政嗰個政策咧，嗰個措施嘅辯論呢，就係關心究竟6000、7000、8000定9000，咁去到9000大家就要估幾時係1萬咁樣，咁將個社會嘅輿論呢引咗去我哋叫做估數字遊戲呢，其實唔係好健康㗎。咁所以我覺得呢，政府係盡快要根據過往幾年派錢，佢包括佢做咗嘅究竟有冇引起過任何嘅通脹啊，或者究竟我哋應該叫做係而家咁樣去派，其實佔我哋嘅財政盈餘，又或者佔我哋嘅 GDP 係幾多，要計條數出嚟，跟住就嘗試去做一個我哋叫做類似一個方程式，咁將來社會可以預警究竟發生啲咩事咯。又或者問翻議員嗰方面嘅意見呢？其實我哋睇到即係而家社會上面不停咁都有意見，擔心呢一樣現金分享呢一樣嘢係可能會不停咁即係叫做加重嗰個負擔啦。大家頭先阿林小姐都講到話，大家喺度估數字，咁輪埠嘅一啲報章嘅或者係報紙，咁每一次關注嘅話，可能都係我哋派幾多錢。高生，你意見係？其實咧，通脹咧唔係淨係派錢咧先至會影響嘅，派錢多過超支咩？你政府超支喺輕軌46億跳到76億，跟住去到100億，嚟緊就200億未封頂。澳大後嗰個大後咧5900幾萬咧，去到1.3億，個隧道咧4億去到20億。咁呢啲全部計晒啲數，緊要過派錢啩？政府如果你睇翻今次嘅施政方針啊，舊年同今年換咗幾隻字，跟住就冇啦。澳門有一張好大嘅報紙。嗰日行政長官出嚟講完嗰個施政方針，第日佢頭版佢就話咩咧？現金分享9000蚊，即係成個根本上咧，特區政府裏邊個施政方針咧冇體現到民生啊！而家我哋最關鍵咧就係咩咧？屋啊冇屋住啊！你明唔明？冇屋住，冇個老人院，又冇托兒所，即係呢啲咁嘅核心嘅問題咧係好關鍵。第二樣嘢咧就係監督，點樣監督政府咧？而家先至有話有線電視咧直播。咁你直播你先體現到咧，個個都發言啊！而家幾多人？30幾個人發言啊！以前咧得10個8個啫嘛，冇人知道。有啲人剝鞋啊，有啲講粗口，你都唔知。所以呢啲咁嘅嘢咧，好坦誠講咧，派錢咧一定要繼續派嘅，唔好攞呢啲咁啊，唔好攞呢啲藉口咧，就話乜嘢咧？啊派錢係搞通脹，唔該你咧使錢就唔好即係洗腳唔抹腳。好似大嗰啲咩嗰啲嗰個仔女咧，嗰啲富有啲仔女咧，就係使未來錢，即係呢啲咁嘅嘢，好坦誠講啊！我覺得咧，着點唔係呢度，着點而家就係咩咧？我哋有幾多土地？你試下問特區政府今日，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土地咧係國家機密嚟嘅，唔話咗俾你聽嘅，話咗俾你聽做唔到手腳嘅。所以咧，第一樣嘢做到，第二樣嘢醫療。我哋嘅醫院喺邊啊？醫院去咗邊咧？冇人知嘅。即係我哋諗住咧，2014年嘅我哋嘅施政方針，究竟民生嗰方面，房屋、醫療、交通、社會保障呢啲咁嘅嘢咧，係最關鍵。第二樣嘢咧就係監督，點樣監督到政府咧？而家個關鍵，我好開心咧，而家咧有直播，可以俾澳門市民知道咧，究竟入邊咧發生緊咩事。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諮詢。俾市民嘅諮詢一定要咧到位嘅，否則嘅咧就係咩咧？就係佢不負責任咁樣。有幾個説話咧，我就嗰日咧俾阿陳司長睇咧，就咩？依法施政進入司法程序，依法施政進入司法程序。呢啲口號咧係經常我哋澳門市民咧去到政府部門想攞呢一啲信息攞唔到㗎，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話依法施政進入司法程序，就咁樣就算數。即係呢啲咁嘅不知所謂嘅行為咧，令到澳門市民嘅反感啊！所以咧，我希望咧，第二樣嘢
一定要透明度高。你冇透明度呢，你冇任何嘢俾市民監督，真正監督，市民真係東道主嘛？你明唔明啊？議員係發聲，係幫市民發聲，但係政府呢要問責。你而家講緊好多，全澳門都係講緊咩呢？高官問責。咩叫高官問責？主要官員問責啊！我哋嗰啲你見到咧，我都撕爛咗咧，主要官員嘅通則同埋守則廢紙嚟嘅，冇用嘅，冇人講嘅喎。喂，以身作則㗎嘛，你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你上邊行政長官唔負責任，下低啲司長點算呢？呢啲咁嘅嘢，好坦白講，你個個禮拜都可以做呢啲咁嘅節目，個個都係講嗰啲咁嘅呢啲咁嘅嘢。但係你嘅根源啊，根到底咧，點解我哋今時今日咧，老百姓咁辛苦，冇屋住冇書讀，人才我哋嘅流失率啊，澳門全世界根據聯合國啊係最高嘅。你點樣有人才啫？我哋都聽一聽另外嗰兩位嘉賓嘅意見先啦。問翻阿羅生個意見咧，你點樣睇翻即係今次即係派錢嗰方面嘅措施？其實舊年嘅11月，即係本年度嘅施政報告嘅時候，都已經提出咗4大長效機制啊，包括就係醫療、教育、社保等等。咁其實你覺得話呢一年嚟，究竟呢4大長效機制嗰個成效係點樣？首先我想講翻我2點嘅意見嘅。咁第一點咧，現金分享其實係作為政府咧，作為一個社會資源嘅2次分配嘅一個重要嘅措施嚟㗎。咁當然社會如果係有盈餘嘅情況下咧，我係支持一個現金分享繼續發放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需要未雨綢繆，即係假設如果真係澳門經濟，譬如話政府嘅收入、稅收係下降嘅時候，唔足以支付嘅時候，咁點樣呢？其實我個人嚟講，我建議呢係俾啲有需要嘅人。好客觀講，而家我哋每人係均額咁分，好似大家都好公平、好開心咁。但係政府其實有責任呢，去俾一啲嘅資源係俾啲最有需要嘅人。譬如話，如果可能要入5、6萬，你再多啲9000蚊，其實係錦上添花，係冇意思嘅。咁但係一啲喺社會高速發展，有啲人係確實跟唔上呢個社會嘅步伐，佢好需要一啲嘅支援嘅時候，其實俾一啲嘅現金分享，可以解佢嘅自己嘅需要同埋生活上嘅必須嘅時候呢，我覺得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分等級嘅，可以按收入啦、資產水平等等一啲，或者收入可能比較簡單一啲啦。如果收入低過中位數嘅，我就派多啲；收入高過中位數嘅，派少啲，甚至唔派。我覺得其實呢個作為一個2次分配嘅公平性呢，其實更加係比一個均額呢更加有效果㗎。咁至於話，我哋又講緊一個金額上嘅現金分享，同埋我哋一啲嘅民生嘅改善措施，其實我覺得兩樣係唔互相矛盾嘅，應該平衡進行。我哋有錢派，有盈餘有錢派，但係我哋對一啲房屋、醫療、交通所有嘅民生嘅問題嘅訴求，其實唔應該停止嘅。咁我相信亦都政府喺呢方面呢，要認真去做好。尤其房屋嘅問題，似乎社會對房屋嘅訴求係確實係最大嘅。咁有冇咩機制可以去短期先減低啲措施呢？其實我諗社會各個方面嘅人士都提過好多嘅意見，咁亦都今日我諗都唔係呢個重點去討論呢個問題，或者交俾阿之鋒講講。係，或者交俾阿陳教授都講一講，即係可能話嗰個長效機制、4大長效機制嗰樣嘢。如果我自己本身係做教育專業嘅，咁我哋會睇翻教育嗰個範疇嘅呢一個嘅長效機制做成點。其實咧，我諗長效機制咧係着重一個長遠性。其實喺政策上邊咧，好難喺1年裏邊可以睇出好明顯嘅一個嘅效果。不過咧，我哋可以從一啲嘅指標咧嚟到去檢視一下。比如喺教育上邊咧，我諗過去被詬病得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其實每年對於嗰一個嘅教育嘅投入到底夠定唔夠咧？其實有2個嘅國際指標可以參考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嘅教育嘅經費佔呢一個嘅GDP 嘅份額，同埋一個教育經費佔呢一個嘅政府公共總開支嘅份額。其實我哋睇翻咧近年咧都2個嘅指標咧都有一個提升嘅。咁比如好似公共教育開支咁計咧，由2009學年嘅13% 咧跳升到2011學年嘅17.8%。雖然距離香港24% 咧仲有一段嘅距離，不過咧其實喺度持續進步。但係同樣地意味住咧，仲有一個繼續上升嘅空間。咁其實睇到長效機制資源保障上邊其實係達到一定嘅成效嘅。而 GDP 嗰個咧，其實我哋咧就由即係而家徘徊喺2.6、2.7咁上下啦，嗰個 percentage。但係如果從國家嚟講咧，中國國內已經保4啦，台灣咧仲要講求要達到6啦。咁世界即係好似澳門咁樣嘅呢一個嘅水平嘅呢一個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基本上咧6%係走唔甩嘅。咁其實從呢個經費資源保障上邊咧，我哋睇到仲係有呢一個嘅空間。期望個長效機制喺教育上邊繼續能夠發揮作用咯。
好，其實頭先陳生講到嘅呢一個關於人才培養嘅呢一個長效機制咧，亦都係我哋下一節翻嚟咧重點討論嘅內容嚟㗎。你對呢個長效機制新增嘅呢個長效機制有啲咩意見呢？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係，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澳門論壇現場。我哋上一節咧就傾到就係、明年度一啲紓困嘅措施，我哋轉個話題啦。我哋就傾一傾就係今次呢個施政報告另一個焦點啦，就係、嗰個人才培養長效機制方面。想問翻林小姐，其實今次行政長官啦就提出咗將呢個人才培養係列為一個長效機制啦，包括有一個制度建設同埋一個資源投入嘅，包括就提出就係佢領導一個呢個人才委員會等等。咁你覺得呢、其實呢個長效機制實施起上嚟會遇到啲咩挑戰呢？我首先咧就覺得政府重視人才培養就一定係好事嚟㗎。不過如果而家睇到目前為止所見到嘅資料咧，我仲未睇到今次政府推出嚟呢個係一個長效機制咯。反而其實我覺得比較多係一個噱頭嚟嘅，即係講緊我哋而家會做一啲嘢，就大家年輕人或者中產應該要高興啦。咁就我哋會有啲人才培訓機制會培養大家。因為而家政府所推出嘅嗰一系列，佢裡面有10點啦，嗰個人才培訓機制。每一個點咧，你睇落去啦，我自己而家覺得就係我其實諗唔到佢點樣去實行㗎。因為其實喺一個地方咧，如果我哋講話你真係培養人才咧，通常落喺邊幾個部分咧？一個係基礎教育啦，一個係高等教育啦，一個我哋叫做專業技術嘅培訓。咁其實係好大部分係擺翻去一個叫做教育嗰個範疇。咁但係你今次見到政府係將佢擺咗去我哋叫高於教育嗰個範疇，即係特首自己去做統籌啦咁樣。咁特首自己嘅統籌又得唔得呢？當然係會得嘅。但我又會對比翻呢，其實之前政府舊年推出呢一個青年政策嘅時候呢，佢就將青年政策咁大，青年政策就係橫跨一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專業技術教育，包括我哋叫青年社團等等啦，橫跨咁大部分地方都會起碼有叫做部長級嘅官員去主責嘅，佢就擺喺一教青局，其實個層級比較低。咁我嗰時就唔明，如果你真係要培養青年人嘅話，你起碼要擺去張宇司長嗰邊呢件事。咁你又嗰個人唔擺喎，因為其實你叫淨係一個教青局去推動呢，好多個部分佢根本冇權限去推嘅。咁但係今次政府就忽然之間就再有一個人才培訓，其實有少少我自己睇落去，如果當時個青年政策做得好嘅話呢，其實佢已經係涵蓋咗而家呢一個人才培訓機制。咁再落嚟呢，而家嗰10點裏面呢，好多嘅地方其實都係同現行嘅我哋叫做教育部門嘅職能係重疊咗嘅。咁譬如講緊一個我哋話譬如外送一啲朋友去外面讀多啲書咁樣去深造。咁呢個其實好明顯係一個高等教育嘅職能嚟嘅。咁係咪喺個高等教育嗰度做好就可以呢？咁再落嚟，我淨係覺得有一個咧比較容易快啲做到嘅呢，就係對呢一個博企員工呢，或者我哋叫做社會企業社會唔同嘅企業啦，嗰個員工嘅向上流動。咁嗰個呢，我覺得而家比較真係可行，可以好快做到係幾時呢？就快要傾呢一個博企嘅一個我哋叫續約嗰個問題啦，咁樣。咁傾續約問題嘅時候，其實政府有個好大嘅籌碼，佢根本可以要求喺將來嘅續約條件裏面，就要喺博企裏面呢唔同嘅層級，我哋講緊唔係淨係可觀嗰個級，包括我哋叫中層同埋高層嘅管理人員呢，佢要引入一個比例制度，你要求啲博企交個時間表，喺你嗰個續約條件裏面，我幾多年裏面呢，我係中級嘅，我哋有幾大比例嘅本地人，幾多年裏面，我哋要高級嗰啲管理人員裏面要有個本地人。咁呢啲做法呢，其實亦都唔會影響間公司嗰個叫做運作，因為好多國家佢哋喺有輸入大量人口嘅時候，譬如我哋講杜拜、新加坡，佢哋都有類似啲咁嘅做法嘅。咁政府只需要喺一個叫做博企續約嗰陣時去傾呢一樣嘢呢，咁就可以好快做到一個叫人才流動。咁呢樣嘢呢，其實亦都可以交俾呢一個叫做經濟財政司去做㗎。咁但係你話由特首自己去主管都好唔好咧？都好嘅，即係顯示政府好重視。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真係重視嘅話呢，就應該要將嗰啲政策，因為我哋要長效嘛，要長效就唔應該靠一個委員會去做嘅。
我哋要靠好多職能嘅部門。咁如果我哋覺得將來就算係特首佢去做一個人才嘅委員會，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好嘅機制，俾翻一啲我哋叫做能夠承接真正嗰個政策嘅部門就會好啲。咁如果唔係嘅話呢，而家我自己就咁去睇啊，尤其是佢有好大部分嘅一啲叫做叫做專業培訓啊，或者我哋叫做將來點樣外送一啲我哋澳門嘅專業人才去第二度呢？其實你睇唔到點做。再落嚟有一個好怪嘅啦，我自己覺得就係佢講緊第日有個叫做人才資料庫啦。咁就累積一啲人才嘅資料啦，跟住又可以吸引外地人回流啦。咁我就唔係好明，就係話第一，外地人要嚟翻澳門，或者我哋澳門有啲人才喺外面做緊嘢，究竟我哋有啲咩條件吸引佢翻嚟呢？係咪話吸引咗翻嚟又外送佢去深造佢會翻嚟呢？其實唔係嘅，即係社會整體嘅條件，我哋呢個社會係咪公平公義？我哋呢一度嗰個住屋條件好唔好？外地已經係外面發展緊嘅人才，佢哋好多都會好重視個教育，佢嘅下一代嚟到呢度得唔得到好嘅教育，其實呢啲都會係重要。我諗唔會有啲乜嘢國際級嘅人才呢，好恨呢，就澳門政府有個資料庫寫住你是澳門的人才，跟住有呢個咁嘅標籤佢會翻嚟。我覺得唔會恨呢一樣嘢咯。同埋就算係我喺個資料庫裏面，我俾你列咗有人才，咁又點呢？如果我其實冇工做嘅，我係航天嘅。我係物理學家嚟嘅，我嚟到呢度其實冇嘢俾我做，咁你列咗我入嘅人才資料庫都係假嘅喎，咁我就覺得而家嗰個成個政策裏面呢，太多空位，即係我覺得好空泛，同埋有太多可行性成疑嘅建議喺裏面，咁亦都期待政府可以好快拎一啲具體嘅措施出嚟，講下係咪真係可以長效實施咯。其實頭先林小姐講到一樣嘢就好緊要㗎，澳門而家好多嘅一啲學生去外地學咗一啲專業翻咗嚟之後，可能澳門而家缺乏一啲專業認證啦，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澳門根本冇相關嘅工種，又或者可能有相關嘅工種，可能佢本身嗰個行業嘅發展前景並唔係咁好，可能佢根本就唔會向嗰個方向發展。問翻阿潘生個意見，你認為係點樣？其實咧，最近我都留意到有啲人咧去可能揸飛機嘅，咁啊嚟到澳門係冇條件揸飛機，就係因為個名額都有限。咁但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咪真係有青年人去想揸飛機去到外國學咗，就叫佢唔好學揸飛機咧？又唔一定嘅喎。又或者可能一啲本身係學咗一啲澳門需要嘅一啲專業，但係可能佢俾一啲博企等等嘅企業去吸納咗，會唔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有，亦都肯定係咁嘅情況嘅。咁即係學以致用呢樣嘢，啱啱調轉做唔到學以致用。咁但係既然係知道佢哋有咁嘅人嘅基本嘅專業同埋咁難得嘅專業，我哋特區政府應該係留意呢啲人才點樣讓佢咧有機會發揮。嗱，澳門冇航空公司咁多個飛機嗰啲工作崗位啫，但係如果透過一個鄰近地區嘅協助翻我哋澳門嘅專才咧，喺鄰近地區發展都係一個諗法嘅。即係可以舉個例。同佢哋而家成日都有協議咧，同人哋有協議。如果澳門嘅政府能夠積極響外地開拓一啲合作空間，佢哋可以去發揮嘅，唔係淨係揸飛機嗰個行業。我諗其他行業，教師都得㗎，因為有啲老師咧，佢係特別響外地中意教書嘅，佢未必翻嚟嘅。佢因為有啲教大專咧，佢冇得教啊嘛，佢唔係個科冇得教，教醫學都澳門冇得教。但係佢係讀咗呢方面，可以喺外地同佢一個橋梁去幫佢感覺到，佢去到外地幫咧，都係幫緊澳門嘅成就嘅。明白晒，高生嗰方面有啲意見。其實咧，人才咧唔係話講幾個口號咧就爆到佢出嚟嘅。你要睇成個制度，同埋咧你要睇翻我哋現時個教育嘅水平同埋個質素。第二樣嘢就係你外地學生翻到嚟，你有咩機會俾佢發展？呢個係最關鍵嘅嘛。嗱，睇一樣嘢，老師我哋點樣對待老師呢？一級老師我個辦事處啊，經常收到啲投訴。到佢年紀大嘅時候，最有經驗嘅時候呢，佢係當廚房嘅爛布呢，就劈埋一邊，逼佢走，然之後攞公積金嚟補償。呢啲不知所謂嘅嘢呢，令到我哋啲老師有經驗嗰啲呢，就走晒去咯。咁所以咧，而家啲我哋後生嘅老師，好啦，後生嘅老師一入到嚟咧，俾啲其他人話人哋做老師啊，不如你去做裝潢咪仲好。即係好坦誠講咧，人才唔係咁嘅。第二樣嘢，我哋要個6間博企負起翻社會嘅責任，唔係淨係派錢啊！你要做翻啲經屋，俾啲起翻啲屋俾啲宿舍俾啲員工，
你要起翻啲托兒所俾啲員工啲仔女，你要有啲休閒，你咪淨係你扣錢做下啲 show 出嚟嗰啲俾人睇。但係我哋澳門市民受咩惠啫？6間博企當初立法會批以法律依法施政啊嘛，批3間賭場啫，3間政府你用魔術嗰啲叫做法律嘅欺詐，發明多3間變咗6間，負荷咗。而家你睇下我哋澳門幾多人，成個垃圾缸嚟嘅，成個澳門城市都邋遢嘅。你揾咩人才啫？你就算有人才，我想問你啊，你啲人咧出邊讀書啊，翻到嚟做乜啊？你政府冇啫嘛？你而家係嗰啲口號嚟㗎，你明唔明啊？喺施政方針人才，今年咧就噏人才，出年05年嗰個施政方針又噏第二樣嘢，我哋全部咧跟埋佢去到噏吹水，冇用嘅呢啲嘢。你要做實際嘅嘢㗎嘛？你明唔明啊？實際，你而家做緊啲乜嘢？所以教育咧係非常之緊要。第二樣嘢咧，我想指咧就係、我好多時咧，我嘅辦事處有好多學生嚟去培訓，去教佢哋點樣做。我哋發現咧就係脫節咗。一方面學校喺澳門教同社會冇關係，第二樣嘢冇批判性思想，冇自己嘅諗法嘅，造成咗唔關佢哋事喎。呢啲係社會，亦都唔關老師啊。因為點解呢？個校董裏邊啲人都唔希望啲學生知咁多樣嘢。其實咧，整體嚟講咧，我哋澳門市民咧，特區政府容易啲推行嗰啲政策咧，就希望啲人咧啱先叻到識得操控啲機械。唔好咁叻喎，你聽話咁就得㗎啦。咁我哋齊咧好似羊咩跟住佢行，咁啊行到個死坑嗰度啦。咁即係好坦誠講，我哋現時嚟講個教育，我哋面對緊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就係究竟咧係老師要佢哋學咧，定係啲學生以而家嘅新科技用？而家個個都用手機啦、iPad 呢啲嘢咧，係咪用呢啲科技嚟去俾機會佢哋吸引佢哋嚟學習咧？唔係。灌輸上照本書科咁樣推行佢嗰啲嘢，佢根本都冇心機去學嘅。係，我哋需要聽翻啲青年嗰方面嘅意見係點樣嘅？關於呢個人才培養機制，簡要咁講一講。好啦，咁呢個人才培養機制咧，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方面嘅兩個睇法。你可以話佢好空泛，但係調翻轉嚟講，你可以覺得佢有個框架，有好多嘅空間，我哋可以提到好多嘅意見。咁我哋頭先睇到呢個人才培養咧，佢要講明係一個符合社會嘅需求。咁社會嘅需求咧，包括各行各業啦，同埋每個行業都有唔同層次嘅人才。咁當然我哋見到呢個施政報告提到3個計劃，一個精英培養、專才激勵同埋應用人才咧，聽起上嚟好複雜。但我自己個人歸納覺得咧，其實佢係3種嘅啫。你覺得按一個比喻咧，個唔係唔知恰唔恰當嘅比喻咧，就係話一個應用人才等於一個士兵。我要培澳門，譬如如果要打水戰，我要培養咩士兵咧？就由高等教育着手。究竟我哋譬如話要文創啊嘛，咁譬如有啲有優勢嘅大學，譬如話理工咁樣，咁啊係咪去培養呢一方面嘅人才咧？要培養呢一方面嘅基礎嘅士兵。咁所謂嘅專才咧就係將軍啦。你喺某個行業達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咧，佢會激勵佢有啲譬如話進修啊、讀嗰啲學位啊、更加高等嘅一個教育啊、一個專業技能嘅培養。我覺得呢個係我第2個層次嘅。至於精英嘅培養咧，就等於我要培訓一個元帥。咁呢個元帥咧就係話一個領導性嘅、策劃性嘅、管理性嘅。咁就係呢一種就係要喺工作度體現一啲，譬如話我要同一啲私人機構俾一啲嘅名額，就話啊你個公司有啲咩嘢要需要一啲管理嘅人才。咁你自己經中小可能呢個中小企或者係一個私人企業，你冇資源冇一個去投放去培養佢，咁政府牽頭去做一啲嘅培養，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可以操作嘅。即係譬如話我俾1000個名額，就係話一個管理人員嘅，每個行業都需要管理人員㗎嘛。嗰班人其實係所謂嘅精英啦，因為我哋喺嗰個定義就係社會各個領域最優秀嘅人才，仲唔係話讀學位？其實讀學位就唔好跌落個教育陷阱，話我讀幾多個博士、幾多個碩士一定解決到問題。佢係話通過一啲嘅學習、進修同埋實習，係啲實務性嘅。即係譬如話你可能覺得新加坡經驗好學嘅，你咪去新加坡政府聯絡，你去一班人去學佢政府點管理嘅，佢嘅高等院校係點管理嘅。咁嗰班人呢，一定要前提就係話呢，佢以後係有機會喺本地度發展成為一個即係一個可以改變政策嘅人。如果唔係話一種話我讀個學位之後我有博士，我2個博士、3個博士，我就可以改變咗個社會。其實唔係。由於時間關係多謝咁多位意見先，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下次翻嚟都會聽聽現場觀眾意見。係歡迎翻到嚟啦！第3節嘅澳門論壇現場，我哋即刻聽一聽咧市民啦，覺得今次呢個施政報告啦值幾多分呢？首先聽聽第一位市民嘅意見。大家好啊！其實想講幾多分呢？我覺得我唔講幾多分啦，我就係講我自己 focus 一個議題啦。
就係其實一個叫啱啱大家嘉賓都有討論一個人才培養機制。其實見到呢一個嘅時候咧，我會問自己一句：我屬唔屬於一個人才咧？因為大家都好 focus 喺一個位，就係一個好教育嘅位。我會諗一句：其實你教得我其實講我自己讀書都唔少啊。但我問題，我覺得翻到嚟呢個地方冇一個土壤俾到，好似啱啱高生講，俾到我繼續發展咧。我覺得教育唔成問題嘅，即係可能我讀完好多書，但問題翻到嚟揾唔到我應該做嘅嘢。可能我讀完碩士、讀完 Doctor 翻到嚟，我都係等經屋嘅啫。我唔使讀書，我讀我初中，我轉頭就住軍叉灣咁樣嗰啲嘅樓嘅咯。我嘅問題係在於我揾唔到呢個位咯。我發覺人才培養機制唔係單單一個教育搞得掂，唔係即係高教版人才，即係要課覺得有做到嘢啊，教育清楚做嘢。其實佢仲要結合埋勞工局啊、人資辦嘅運輸公務司都要做嘢，房屋局咧，我哋翻到嚟要安居要落業，我哋先覺得自己係一個人才嚟㗎。可能而家我覺得好多年青人，我哋睇到嘅嘢係我哋認為我哋係不患富咯，我哋而患不均咯。大家每人9000蚊，感覺上好均真，即係好似啱啱阿羅先生咁講，好均真，其實好唔均真一件事情嚟嘅。係咪一啲嘢要特別投入多啲，而一啲嘢係需要即係着量去做翻好咧？呢個係我哋認為翻要做嘅嘢，而呢個其實可以咁講，人才培養機制根本就係一個社會整體發展嘅機制嘅。好一個噱頭咯。咁究竟點樣人才培養嘅噱頭係我哋應該做嘅嘢咯？好，多謝晒。多謝晒。將個咪交俾下一位。各位市民早晨，我係蘇家豪。人才培訓啦，我哋睇到就係我哋啲大學生喺外地讀完書翻嚟對唔對口咧？睇翻執行人才政策培訓嘅官員對唔對口咧？行政法務司唔識法律，經濟財政司開製衣廠嘅佢唔識經濟唔識財政，所以出嚟嘅就係咩咧？施政報告就係立足長遠機制分享經濟成果啊，建設旅遊休閒城市啊，跟住就咩分享經濟成果呢啲全部咧就嗰個字咧抽過嚟，嗰個字抽過嚟。呢幾年嚟嗰幾句咧就輪流用，但係出嚟做啲咩咧？我睇到就係我講房屋啫，房屋而家個個市民都好急切㗎啦。但係睇到就係澳人澳地，1年前話研究澳大理工研究嘅結果咧未出到嚟，下一年咧就話要公眾諮詢啦。但係澳人澳地有冇一個詳細嘅執行嘅模式咧？一直都冇講，一直以嚟就係社會好熱烈討論，但係官方一直都冇做任何嘅動作。所以睇到就係特首已經講明㗎啦，澳人澳地嗰個新城填海仲未一塊土地都未預先批出嘅，我哋一直睇實，因為咧嗰個新城填海咧可以起43000個單位最多，但係點解社會上仲有啲嘅學者啊、所謂議員啊、政客啦，仲話要喺橫琴度起經屋？係咪澳門人要慘到啊？有新城填海嘅地唔用，搬晒去橫琴，橫琴冇地，係咪要再上去廣州？啦嚇，咁多謝晒你嘅意見嚇，我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麻煩晒。係可以開始講㗎啦。我小心咧，我係個小市民，我先講下嗰個9000蚊嘅問題。澳門發現監咧9000蚊其實係最低嘅公平嚟㗎，佢唔係話9000蚊去幫助邊個，因為我哋最低嗰層咧，我哋有社會福利，有好多機構，包括明威都喺度照顧緊我哋最低嗰層，糧食銀行啊，我哋高嗰層，佢向政府攞基金啊，或者佢哋係資委啊，乜嘢佢有好多福利，同埋官商勾結都可以攞到。中產同埋接近中產嗰班係冇人去睇住佢嘅，但嗰班咧係社會最可以平靜嗰班人，佢批9000蚊對佢幫助唔大，但係都有幫助。呢個其實係一個好低微、好公平嘅機制嚟嘅。你哋反對嘅理由喺邊度？我睇唔到。翻轉嚟講，你話澳門冇人才，呢班人咧眼咧就遮埋嘅，成日話培訓，你嗰啲大學生翻嚟喺街邊喺屋企坐住唔知做乜嘢，我都話你個勞工政策你唔設個比例咧，你永遠嗰啲人上唔到位。最高嘅位，你哋嗰班熟悉嘅人，你嗰班政府高工嘅親戚坐晒，嗰班人咧冇機會去磨練點去做官，點去管理咧？佢哋冇嗰個市場，我哋每年有幾千個大學生翻嚟，其實嗰班後生仔個個咧對政治漠不關心啊，其實係錯㗎。佢哋要關心佢嘅利益，唔係最窮嗰個人。你哋個個啊，你睇下澳門呢幾年啊，有幾多基金會？你哋個個都想攞住嗰9000蚊唔好派，整個基金會我嚟玩。係時間夠。係，多謝晒你嘅意見啦。我哋將個咪咧需要交俾下一位，多謝晒。多謝主持。咁其實頭先聽到關於人才培養嗰度咧，我好認同林玉鳳小姐同埋羅醫生佢嗰個意見嘅。其實我覺得係人才培養嗰度咧係大家提嘅意見係冇衝突嘅。你向咩層面嘅人才你都要培養得到佢。羅生講到譬如將軍啊、
元帥或者士兵等。林玉鳳小姐提到嘅非高等即係基礎教育嗰方面咧，其實要做好。我反而自己覺得就係現階段其實呢啲意見提出嚟之餘，你亦都要做好基礎教育先。其實依家澳門個非高等教育係咪做得咁好咧？如果你連嗰個非高等教育都未做得好嘅話，你邊度去揾啲人出嚟去培養，或者係社會上面有咩人才可以競爭咧？係嘛？另外一個關於經屋嗰個問題咧，其實經屋咧係澳門社會係最關注一樣嘢。我覺得大家提咗咩意見，哪怕係橫琴有人提出向橫琴起都好，我覺得唔緊要，大家去一齊去傾，唔好咁快一下子抹殺咗關於同可以興建經屋嘅意見咯。因為經屋係大家係好需要一樣嘢。如果大家未討論，你抹殺咗佢，你其實我諗對其他市民或者有需要人士唔係咁公平㗎。多謝大家。好。我哋聽到林小姐正話講，喺嗰個賭權再定嗰個新合約嘅時候咧，麻煩支咪可以攞埋少少。一定要有嗰個人工啊，隨住嗰個增長率嘅上升而去增加。嗱，喺人工方面咧，高生做得係最好嘅，但係都未夠。點解未夠咧？喂，我哋嘅賭收增長係幾多十咁樣增長，咁我哋加人工加幾多咧？喂，呢啲利益分配啊，咁樣係唔正常嘅喎，係咪？係咪啊？係咪唔公道啊？喂，我哋澳門試過減人工喎，記唔記得？記得。有冇啲咁嘅事？有啊嘛。點解有減唔可能有加？咁多年冇加到，我哋嘅累積損失係幾大先？喂，每年數以千億計嘅嗰個博彩收入係佢哋投資人攞晒去。嗱，貧富懸殊係咪咁嚟㗎？係咪好大咁樣拉大咗啊？係咪啊？喂，點解我哋澳門人咁善良同埋咁傻嘅咧？喂，伙計都唔提出，佢哋係直接嘅受害人嚟喎。咁佢哋都唔提出，邊個幫佢提出啊？明白晒，多謝晒你嘅意見啦嚇，唔哋將個咪咧要交俾下一位㗎啦嚇。C。各位主持嘉賓觀眾大家好啊！咁首先我講關於個現金分享啦。咁其實現金分開頭嘅派嘅時候係抗通脹，到依家咧真係分享啦。其實應該正式嚟講係一個分享經濟成果。咁點解話要喺呢個現金分享嗰個重新定位咧？咁其實話俾你聽，每一屆嘅特首相信唔派錢民望一定低，但係用派錢嚟蓋過嗰個施政嗰個方針嘅失策咧，我覺得市民個重點應該將現金分享已經當上一個行上市啦。我哋討論翻依家嘅政策入邊，究竟澳門政府推出嘅政策符唔符合到個市民嘅要求？包括你話房屋政策根本冇進步過，咁喺市民所需求嘅公屋入邊有冇增加到？係冇嘅。咁啲土地又未填，咁你要望長遠咯，實在太耐。第二樣嘢就係話博企。咁博企依家已經失衡咗啦，淨係識得賺錢。既然賭牌就嚟到啦，點解唔重新競投呢？重新競投永遠好過續牌嘅，因為佢提出嘅條件一定豐厚過依家經營者。依家嘅經營者淨係識增加一個賭台，一個有收，即使佢唔經營租出去，一個都收入過百萬嘅，淨係租嘅啫。咁其實佢係不斷去擴張個賭場啊、酒店啊，增加啲賭台嘅數目，導致佢更加多嘅收入。咁政府係咪應該重新考量下？我哋應該重新競投呢個賭牌咧？我多謝晒意見啦。咁將個咪交俾下一位。I 係邊一位 ？I 係邊一位？麻煩係。早晨咁多位。咁咧，我對於政府話嗰個咩人才培訓，我係好唔認同。我有啲懷疑佢點解咧？因為你所謂安居樂業，你搞唔好條件，你點樣培訓人才？老實講，邊個算嗱？第一，第二咧，我就聽電台啊，朝頭早10點嗰個好多醫生啊喺外邊翻嚟出唔到牌，咁你根本政府都唔注重嗰啲人啊，係咪？咁點培訓人才？嗱喺鏡湖醫院，咁我醫病一個醫生啊拉成幾個，咁你可唔可以喺山頂醫院培訓咧？咁醫護人才咪夠啊？第一，第二咧呢個嗱，我睇唔到個貪污啦。
但係我就話佢個利益輸送好緊要。嗱，我最簡單講句，少有小貪，大有大貪，係咪啊？渡船街嗰頭整行路整唔到，而家又掘啦，咁你邊個官員做啊啲嘢？咁但係我哋市民係唔知道佢用幾多錢、幾多時間、幾錢係唔知嘅。到時一句追加搞掂，啱唔啱啊？所以你話派錢呢個喺呢個你政府係一定要將個通脹係撳低佢。仲有一度啊，你而家暫時咧，即係呢個社會都係有錢啦。你將來咧政府負擔好重嘅，稍為嗰個我係咁嘅市民啦，我梗要咁樣啦嚇。但係要取講嘅點解咧？你嘅醫療啊、供給啲社會冚唪唥要上馬㗎。咁但係你將來收入少啲啊，你死啊！時間夠。圖溝啦。係咁，我哋需要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亦都係最後一位。各位市民早晨，我係張明發。對政府今次施政報告非常之唔滿意，即係冇一個政策話填海地留翻幾多，同埋19之後仲有幾多，咁啊澳人澳地，即係例如青年而家咧係15歲至到34歲有75000，我相信90%人都買唔起。但係你冇一個出招跳樓市同埋嗰個房屋政策，市民非常之唔滿意。對嗰個培訓人才問題，例如大學生每年我哋澳門市民有6000個以上畢業，咁政府點樣培訓佢？唔好話廢水不流別人田，你唔好話將博彩業啊、酒店嘅嗰啲服務業嗰啲高層啊，益洗為勞一個月幾萬蚊，點可唔可以益我哋本地人？啱啱先？一定要講，唔好話講一套做一套，會培訓本地人，要益我哋本地人。第三個問題就係現金分享一定要年年分，例如政府稅收係少咗嘅話咧，咁政府應該咧各方面減少開支嚟益我哋嘅基層，年年都去派，一年多過一年，唔係通脹，唔係由現金分享引起㗎。你話鄰近香港話好，廣州又好，乜嘢都好貴㗎，珠海食飯都好貴㗎，同我哋澳門街差唔多咋，唔係話因為現金分享而推嗰個通脹。好多謝，我講完。係，多謝你意見啦嚇。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先到呢一度，下一節翻嚟咧會俾台上嘉賓回應。翻嚟最後一節嘅澳門論壇啦，我哋直接俾我哋嘅現場嘅嘉賓就回應一下啦。阿陳生先啦。好啊，其實咧人才培養機制，正如頭先大家所講咧，其實而家暫時都係比較空泛，但係整個嘅政策咧，我覺得應該係有一個正面嘅導向性。點解咁講啦？啱啱台下有同嘉賓即係台下觀眾交流嘅時候咧，都問到基礎教育嘅嗰個嘅質量嘅問題。咁其實咧，我哋都想回應嘅就係話，其實喺而家嚟到講咧，澳門嘅學生喺 PISA 嘅能力測試當中，其實佢係屬於世界嘅中等水平，尖子不多。而呢一個嘅中庸嘅人才咧，相對係佔咗大嘅部分。再者咧，其實澳門嘅基礎教育，頭先有台下嘅朋友講到教學質量高唔高咧？其實我哋都係理解為中等。點解咁講咧？我哋有只係得4分之3嘅學生咧係能夠完成中學。我哋嘅初中留級率咧達到11.1%，咁係咪應該可以俾更多嘅關注佢哋咧？其實社會我哋會睇到嘅就係話，譬如老師嘅呢個薪酬待遇保障咗啦，所以全個社會都期望老師能夠做得更多，嚟到去點樣嚟到去幫助啲學生，因為教育係最緊要係對年青人。咁我哋再去翻嘅整個嘅人才培育嘅機制，其實佢釋出咗一個正能量，至少有一個可以俾到年青人一個嘅理由。到底我奮鬥為咗啲乜嘢？因為我哋喺前線度教書嘅時候咧，會遇到好多嘅大學同學話：陳 Sir， 其實我哋都唔知究竟為咗啲乜。其實我哋出去做嘅工作好過讀大學啦。咁如果我哋作為老師嘅，我哋同佢講唔係，其實我哋需要自強不息，需要努力嚟到去學習。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嘅公平機制。當然個公平機制可能就要靠全個社會一齊嚟到監督政府，同埋全個社會都要一齊做，唔係淨係得特區政府喺度做咯。咁係啦，跟住就俾其他嘉賓回應。係，劉生。
我覺得咧，其實人才培養咧冇一個短效嘅方法嘅，只能夠係一個長遠嘅目標。頭先從基礎教育、兩文三語、獨立思維嘅能力、個學習嘅興趣、學習嘅動機，呢個必定要培養係從一個中小學嘅教育。因為之後大學教育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嘅導向話澳門市社會究竟需要啲乜？頭先提到一啲好專業唔對口嘅情況，其實好常見。我哋要減少呢樣嘢，你唔好學去整火箭去整飛機咁樣。你睇澳門究竟需要咩人才？假設如果你上澳門翻嚟係有社會適合你，只能夠係一個從一個信息上嘅一個發布係一個幫助嘅選科。另外人才向上流動嗰度咧，一定有一個公平公開嘅機制。因為之前頭先提到一啲嘅計劃，我哋如果喺個過程中體驗唔到公平、公正、公開嘅話咧，其實啲計劃都係對社會嘅進步係冇幫助嘅。我回應係咁多。係潘生。我哋喺呢個社會咧睇住施政方針咧，就要特別要關注咧係惠民方面咧點樣解決經濟上面咧處理到租屋嘅或者買到屋嘅問題。咁而家咧我哋真係唔係好想咧去再家訪嘅時候見到啲家長話俾我聽，我搬屋搬咗成有啲話10幾次嘅咁嘅情況。咁當然咧政府要喺呢個最快嘅時刻咧了解澳門居民喺而家有啲租緊屋嘅，去呢段時間呢幾年搬過幾多次屋，然後實際上了解佢嘅苦況，然後喺某方面咧係擴大呢啲土地嘅開發，等經屋好社屋能夠快少少，加快步伐，滿足佢哋嘅需要，等佢哋願意讀書，願意努力，人才可以發揮。多謝。係。咁我覺得頭先所講啦，如果個現金分項要變成長效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呢一個將來嘅財政盈餘係掛鈎。咁財政盈餘多就可以派多啲，咁你做一條公式出嚟就可以。但係咧要吸引呢一個人才嘅話咧，或者我哋叫做就算係政府繼續現金分享都好，居民就一定要留意，我哋要繼續監察政府呢個房屋、交通、醫療等等嘅政策做得好唔好。因為房屋、交通、醫療係牽涉到大家喺呢度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唔能夠安居樂業咧，你有咩人才培訓機制？啲人都唔會嚟㗎，咁所以房屋、交通、醫療一定要做好。以人才培訓，除咗頭先講嘅做好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之外，專業部分一定要繼續做好。如果好似頭先有居民咁講啦，我哋大量醫科生畢業翻嚟揾唔到嘢做，掛唔到牌，執唔到業嘅，咁好多法學院畢業嘅學生亦都喺澳門冇辦法從事專業嘅工作嘅話，咁你而家連呢啲問題都解決唔到，個基本專業發展都成問題嘅話呢，就唔好再講嗰啲再高級啲人才點樣回流翻嚟。再落嚟就係澳門呢一個講咗呢一個產業多元化講咗咁多年，而家都發展唔到呢，呢個都係好窒礙我哋叫做人才喺澳門發展嘅空間。咁所以產業多元化一定要繼續做好先至可以。係，少少時間。人才嗰方面咧，你睇下政府點做啊？政府咧就有好多公務員辛辛苦苦去讀書，攞到啲碩士啊、博士嗰啲嘢，但係對於升職嘅係冇用嘅。所以呢樣嘢咧係政府應該帶頭去改善。第二樣嘢咧就係咩啊？澳人澳地，我好同意嘅呢樣嘢。我哋有個基本法㗎嘛，50年不變嘛，點解我哋要搬我哋上去橫琴咧？再搬下去北方住咧？第三樣嘢，通脹6.1%、6.18% 嘅通脹，上個月嘅，所以你唔好話加人工啊，調整都未調整唔到。你數晒啲通脹啊，由回歸至到而家，跟住數晒全部公務員嘅嗰個調整，仲爭4.5% 啊！今年加埋5%、9% 啊，都未加人工嘅叫做調整。最後咧就係咩咧？啲醫生啊留學。讀完啲家庭嘅使咗幾百萬，讀咗醫科翻嚟，有啲係讀咗護理嘅嚇，即係護士嗰啲，翻到你醫院咧點啊？醫生11000蚊，護士咧8000蚊，個洗廁所啊或者廚房嗰啲有14000啦，呢啲叫培養人才咩？呢啲搞咩嘢？究竟點樣可以吸納啲人才翻嚟澳門啫？讀咗醫啊幾百萬嘅一個家庭，要辛辛苦苦儲晒啲錢翻嚟，然後就喺上邊咧變成剝削，嗰啲叫做剝削員工。可以睇到其實我哋而家嗰個系統依然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啦。冇錯，係今日唔該晒啦，台下觀眾同埋台上嘉賓嘅回應㗎。好，我哋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夠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